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柏麗灣中原珍妮花。今日嚟到柏麗灣5期，想介紹一個罕有盤俾大家。單位實用面積678尺，係一個3房套有露台嘅戶型，而且面向東南。全屋苑31棟，只有1處先至有。歡迎一齊跟我過去參觀下。入屋落地玻璃露台，採光度足。長形廳設計，左右廳分隔，飯客廳分明。飯廳寬闊 ，L 型牆身好擺位。廳牆身多，可以擺到唔同嘅組合櫃。經過客廳，帶你出露台。露台工作平台合一，寬闊實用，可以通往青馬大橋海景。單位面向東南，呢個層數望到內園景，恰到好處。房設計較為方正，雙星盤 U 型工作台面，明火煮食，儲物空間足。再帶你進入寢室區，房間利用窗台部分做床，將空間大增，仲可以擺埋衣櫃同書台。觀景與廳相若，浴室梳妝台面大，儲物空間多。保留原有設計，以淋浴區為主，有窗唔係黑廁。兩個房間面積相若，讓以窗台部分做床，將空間騰出，可以放到個大衣櫃，仲可以放埋書台添。望到青馬大橋更清晰。主人房大，開積好用，係呢一間屋嘅特點。呢個獨立凹位設計放衣櫃一啲都唔嘥位，仲可以放埋其他雜物添。主人房觀景一致，主人房浴室保留原有設計，以浸浴區為主，有窗唔係黑廁。唔知道我今日珍妮花推介有冇興趣呢？呢個單位罕有度十分之高，冬暖夏涼。戶主因為要搬出區外照顧家人，所以忍痛割愛，開價一啲都唔貴，仲有議價空間添。有興趣記得俾電話我珍妮花幫你安排。最後記得喺片尾俾返個 like 同 share 出去喎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